之外冇食物啦，咁啊所以物以罕為貴，要飼養一種優質嘅產品啦。食物同埋生活嘅環境係非常重要嘅。就好似龜咁啦，一個龜場入面咧應該有一個魚塘，咁可以每日買啲新鮮嘅資源，使到啲龜咧可以食資源食物，同埋有足夠嘅陽光，咁啊可以令到嗰啲龜殼咧係硬啲，嗰啲龜膠原咧係豐富啲同埋健康啲。咁喺呢個咁嘅環境生長嘅龜咧，我相信咧天然咧嗰個質量啊係差唔多幾多啦。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關健康同養生嘅資訊，就記得留意呢個節目啦。減肥就諗起節食，要捱肚餓好慘㗎。有咩方法減得嚟又唔需要捱肚餓呢？屈臣氏代餐推介明治纖體奶昔，你有持續嘅飽肚感覺，千祈有健康。快啲嚟屈臣氏揀獨家健康瘦身產品啦！新威士經實驗證明有效預防敏感部位嘅痕癢同便秘，仲係美國銷量No. 1嚟㗎。新威士係我周圍嘅選擇，我哋都揀佢，你呢？好嘅一日你，逆轉青春 ，That's true。幫我攞條毛巾啦。化妝品 ，No way。卡哇伊咬落香甜又唔腥，日本乾魷魚卡哇伊呢？你哋都係時候化解啦！要化解龍潭，梗係幸福化痰做啦！啲痰鬆晒，講句嘢都輕鬆啲。係我啊，真菌啊，係啊，我哋成班細菌兄弟最中意喺你啲腳度飛圍住㗎啦，搞到你隻腳又痕又臭又甩皮，當嘅係冇奇嘅。樂富舒夠啦！樂富舒查7日，真正殺滅香港毒真菌。樂富舒7日搞掂香港腳。醫學證明，樂富舒合特長有效成分。7日搞掂香港腳，快啲去註冊藥房揾下啦！安利粵劇戲曲藝術推廣計劃由香港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主辦，安利中國人肉品有限公司全力支持。自2008年推出以來，為有志人士提供有系統同全面嘅培訓。課程由慶福音樂大師劉永全擔任顧問及導師，內容理論與實踐並重，並設有唱讀練習。新課程現接受報名，9月開課，把握良機，學習正統嘅粵曲藝術。你而家睇緊嘅係 Samsung LCD 電視機。